哎呀，各位聽眾，各位歡迎都係收聽，邊啲好嘅你即係或者你禮拜一我往接落去講話人嘅八點未告訴人哋話，即係做半更嘅告訴講嘅就係特別嘅邊隻字 Clubhouse 什麼啊 ，Google Meet 什麼啊，所以我咪學大家有機會講咯。然後未必有可能冇鬼告訴，所以平時用嗰啲點先攞人哋上鬼告訴啊。然後即係禮拜你咧介紹我特別嘅邊隻先，你看 Google Meet 咧謝人話，哎呀死，我俾我咪 view 過。我嘅 view 嗰邊有8個人，有6個人，7個人，7人所以講得7個人。誒，啊，即係大媽住冇嘢啊，大媽個幾人嘅咩 ？Someone wants to join，OK。住講 someone wants to join，哦 ，I mean OK，嗰一個 ，sorry 我一個另外一個唔知是多邊坑哦，嗰有到啲哦英國點走去啊，然後嗰到啲 clubhouse 入邊嘅啲人佢會講 ，OK，大媽住講會講一下，哦對，冇行 ，I mean 我打行，就是佢哋 mystery shopper 啊，mystery shopper 對。係咩是 mystery shopper？ 唔知有對做過無？我先生我上間是 scam 嚟賣攤類，特別我有陣時是我做攞單，一單上間是50塊好啊。哦，我驚佢都接去做 mystery shopper 上間是15分鐘嘅嘛，所以我頭一個。等陣，冇摸白，你聲冇冚。你一定是看一個看 YouTube 一個接佢哋數數冇白，嗱你冇摸嗰隻條槍啦，嚟講句我大學，你講你隻 Mystery Shopper 係咪物件 ？Mystery Shopper 是成日講人為 Christmas 時要買物件，客人啊買客人仔買物件，你叫你去買呢？冇，唔是你去做 survey，then company 請佢哋mystery shopper 啦，就是你接去啊，你教佢哋 company 做 survey 看，伊嘅 company 有哦，伊是去。一個燈籠嘅，一個邊邊？你想個 spot check 嘅嘛？你講你是想 spot check 嘅？都去 audit 嘅店。成日 audit 呢款，所以我成日我去 Astro 嗬，對。哦，你是 undercover 呢？你做？對 undercover。做 spy。一直就去做 Karen 啦，你係冚燈冚曬嘅呐，看人安怎 react 咯就。哦，我成日我做佢哋 Astro 啊，伊就是有伊佢哋伊成日有一個 website 啊，你去見看 ，OK， 你愛做一個 task 咯，然後你 accept 佢哋 task 嘅後，伊會 send 你一個 questions 啊，你就了解佢哋 questions 啊，伊看伊 requirement 啊，成日我佢哋 Astro 嘅嗬，伊係錄音嘅。所以伊就佢哋 questions 就講 ，OK， 你去佢哋店咧嗬，你都愛問即個人是蝦米問題，到佢 Astro 那邊有蝦米物件，若是講安尼款嘅 situation 嚟講，我會安怎解決？所以我錄音了，我 send 到對去 Astro 安尼款 answer 啲 question，then 伊安尼款談咯。哦哇！所以你其實講做個多人背脊，唔係只爽。你今年真坎坷做到是蝦米嘢冇？可能白鷺，要食人。哎，你我未做呢間。你睇下，我但冇見就是成日是蝦米啊？一個 bank 就掉了啦，一個 bank。但我入去啊，我就是拄到食人 bank 噶，我冇淨係 complete 係你 task 啦。哦，你咪是做 audio 你使得錄音，你先換聲就。我是見啦，我係俾面嘅。我是啊，我是毛毛殼，不是我大殼。你是綿羊啊？我是綿羊，我嚟俾見。哎呦，這個聲介上一個人爾，我嘅朋友有用啊，本來這個聲。嚇，住。即係 mystery shopping 嗬，我問你嚟新加坡時，我做姐姐。你咪做過啊？做姐姐，我問你過嚟新加坡時，我做姐姐。我做幾十年。啊，好談咯。actually 是被派嘅。你是 online 還是 online 還是到底？我假了是我去 physical 嘅，所以我愛去 retail 嘅店。有嘅我做姐姐做姐嘅，我攤食 free 嘛。哦，你去 check equality 呢？很好。แล้วอีอุจิตเอกชันว่าแต่ไอ้หมวยขวาหลังไอ้เขาตาโบ้ตรงนี้สักอย่างโอเคแล้วอูยังก็ไอ้เกี่ยววันโจเสียงการ pressure เอซ่าฟ้ารู้แต่เสียงการโจการรู้สึก difficult ก็สมมติขวาอีอันจอร์นโอเค我買
叫我買冇啫。有陣時我去做買衫買白時，我就係講特別你一個看了就冇講真水啦。佢一陣按咗搞 promote 咗呢。OK，哇 ，mystery shopper， 我成個 mystery shopper 對我嚟講是成個講你去夾人 shopping 咯咋，即唔是，即是你是 pretend to be guests 講做隻 shopper 咧，只去看人 reaction 是安怎咧 report 到邊可以公司聽。你 either 是做你 either evaluate 伊個 staff， 看伊會曉安怎 respond to customer， 還是看伊個 product knowledge。你問伊即個 product， 你會使得問阿蕉啊，問看即大媽你是國咁咪做嘅啦。無咧，有嘅是去個店看，愛翕相應嘅看伊個 display，咁咧有放好勢。OK。我有 question， 咁你公司請嚇你 mystery shopper normally？ 真正濟咯，我做正濟啊！我唔見行嘅，我有做過。luxury brand 賣白賣衫，我有做過。參表做一間店咧，我係買手錶嘅店啊，伊起咧甲我講嘅呢。賣電話我冇做過，了食嘅我冇做過。最注意聲，係咪聲嚟？摩托。即係我有做過。阿韓嘅 vibrator。嗱，有啊，伊佢讀個字啊。呀，你咪 vibrator 咯，嗱，怪邊誒，收乜，我能夠受我按昂咯，誒特別一部聲啦，等陣我哋會 change。嚟，交個叫。伊寫字起嘛冇聲咯。你特別對，我想自己特別估查就咪，了所以上家是唔是上家 AC Nelson 喺公司請啦？I think 是 individual 公司。差不多是反正有 AC Nelson 公司嘅。不得掉到你啦，因為上家我嘅 project 啊，我做我嘅客件嘅時啊，after 伊人嘅 staff training 啦，伊人嘅 culture training 啊，yang product knowledge training 咪㗎啦，我人都請 mystery shopper 去做下物件對呢。我諗請 direct 啦，人家去請啦。應該我做嘅隔了是大公司，所以go through 一個 agency 呢。go through 一個 agency 啊。OK，超別OK， 咱就等陣我要講自己講我part time嘅工，我嘅part time嘅工咧是。冰島無雷談嘅啦，你知啊 family 嘅時度是無雷談嘛。特別我出來唔是做生意，特別我伊是開店嘅嘛，所以伊開賣高檔店嘅咧，伊是賣互日本仔客嘅。所以日本仔客我是去做修理嘅，所以我日本仔吼，我學嘅物件，我是學規律呢。所以 number 我會曉，你是找規律，了我是因為樣是 sales 人是去甲 customer 嘅嘛，了。我伊是做 deal， 伊是做修理嘅咯，嚟拖嘅。然後最好要找鐳嘅時，伊就將去拖。伊講下，即就要找到這鐳係咪？然後我伊接到拖，互我嘅鐳，然後我就走去夾嘅鐳 deliver 嘅鐳去，所以我是 money delivery boy。所以走去，然後夾鐳即日本人咯。然後時就被停電啦，車啦，我叫多數。有時有當時就被成個每被包物件哼，你我做過。然後你只趣味啊 ，because 你是無你談，你是做熟嘅，做爽嘅。然後去大學嘅時，我個做computer lab。computer lab 咧是只用嘅工，特別伊是看考試，因為我嘅點聲是半暝12點到早起7點，所以是無限困嘅咯，幾暝。然後到啲 computer lab 有人印物件、抓印啊咩時候介紹一撥啊，那款 printer 那款介紹呢，那款物件。特別看考試被看考咯，是講嘛早起是愛困嘅咯。所以我 class 是1點嘅，所以我係對去困隻然後個去 attend class 然後咯。特別係你有攤類啊。You need 安尼冚類啊 ，print 掉個愛學怪啊。那是是 dot matrix 嘅 printer 的 man 咯，那是 laser printer 就學一撥。對，我冇類啊。日本類嘅是多邊靚嘅事啊。對。就是講伊人用日本類來買物。對，伊人加鹽
啊是 US dollar 就當時一免話 ringgit 啦，所以嘅yen嚟買，所以人較方便嘛。就係 tourist 啊，這個伊買物件時，問講哦，特別會去馬來西亞換鐳嘅啥物好，一直頭使用緊嘅機鐳來買咯。但係只爽嘅咧，我特別想這個包，有時人買到只你在日本啊，正暑假買紀念品嘅嘛，實際你去到佚佗啊，你特別夾淡薄物件，等於學厝人啊，還是朋友啊，可能就，所以人買到伊 scarf 馬地 scarf 是買到只一條嘅喎，所以往是20條，往是50條呢嗬，所以我人特別特別係咩咯？特別夾每一下一緒に哦，別子，那個唔一樣咯，那是為別子咧，哇，就 Q 到包。那一包一條 scarf 一個 bag， 一個 scarf 一個 bag。有啲人咧樣是成個夾50條，你可以50個 bag， 一定出自己包嘅。有啲想要做一包個了，所以安尼啦，我要做嘅part time梗係安尼啦咯。我出嚟都冇做part time咩？做一個 wedding singer 咩 ？wedding singer 算做part time啊嚇，會使唔啊 ？wedding singer 有咯，我是唱歌啊咯，做個帶。雕花，像人教演嘅時，成個 ceremony 裏面是會唱歌，所以人唱我咯。係你好彈哦，這個我當然冇做啦。係你好彈往時嗬，你唱3條歌，阮是150塊；唱6條歌，阮150塊；唱5條歌，1條歌，阮150塊。美金哦。美金 ，usually 是 within 1點鐘嘅啦，佢就15分鐘咧度嘅。是講有當時有新嘅歌就學好啦，所以你喺呢度算做你嘅歌像 extra 嘅點聲咯。但是講你唱嘅，較隻舊英語唱幾條啊，咩 Ave Maria 咩幾頭嘅咧嗬，所以差唔多上嘅，所以就英嘅你講。爽我哋。所以有 band 嘅啦，有 band 嘅啦。有當時有 band， 一人叫。所以一人叫咧，我哋那是冇識嘅 band 就會 rehearsal， 那是識嘅 band 慢慢 rehearsal 咯。because already 做隻潮鬼啊嘛。有當時一 band 唔是講 band 本來是either 隻 piano， 還是 organ 嘅 church 嘛。piano organ 還是有當時有 guitar， 當時有 violin、cello， 當時有drum， beaucoup， 當時有一個真較大嘅 band。特別話嚇，嗰另外即有做工即係 part time 攤你做貴幾年，就是我到啲 Apple 時做咯。我昨天把吹啲 T-shirt 呢，等到小我唔知哪一叫，等到 Apple 嘅 retail 嚇，伊是黑色嘅，所以頭一個 Apple retail 嘅 uniform 是貴條黑色嘅 shirt，佢頭整一粒多粒嘅蘋果一粒，佢哋冇去夾人看，人別人講嘅時候都去夾人看，係你好彈哦，你唔是好彈，係你是好削，一彈你嘅了用嘅了，你我去彈你我去買物件嘅，買到對 Apple 物件就對嘛，有彈 discount 嘛，你有時特別彈到是你借上乜個當金，我個 feel 到有影響到我退休嘅收嘅類，就是我係 stock purchase， 等到是 employee stock purchase plan 啊，我彈做下面做啊，我彈俾 discount 嘅Apple 嘅 stock 嘅咋，等到我做 Apple discount 嘅 stock 啊。我頭一個交紅包，你今日18塊、19塊一個 share 啦，唔是貴，唔是一個。我好夾啊，不如冇講只好夾啦，特別冇計減啦。because 安尼借類好，所以話，因為我做part time，我未講買只借嘛。我意思算8%呢，唔使是一個工資，唔使使28%，會使學自己買 stock 呢。所以特別減冇收到就做咯。然後當今because 傾嚟借啊嘛，所以當今幫助誒，退休是唔是？冇啦，冇搞得借啦，是我做副單嘛，當然退休啦，咪笑咯，當然未我做白單冇交類個。誒，那是誒做副單嘅人啊，那是你 max out 啊，當今我講佢有可能有1 million 咯嚇，做因為你做白單呢，你當今嘅 value 應該有1 million 咯嚇。So 安尼咯，了是安尼看到我part time我冇經驗嘅，別人未講你經驗嘅。你咪教我上咯，我古早就係一個手錶嘅表白頭嘅嘛。那你會去邊做？係แล้ว我去店做工咯。有 discount。伊特個節有攤 free 嘅手錶一粒嘅。嚇，แล้ว個有好。誒，開咩公司？我做。
有啦 ，swatch。哦，swatch。แล้ว你ก็ใช้เบส40%เนี่ย extra purchase 我嘅爽เนี่ย佢話暫時我做工你就是ไม่需要得啦嗰啲。誒，爽哦，一個月攤一粒線呢，所以好你計攤，你計攤成個大樣啊。我未記住覺得應該就覺得是兩樣嘢。哦，40%就大咗呗。誒，usually 是就這裡我未記啊，100塊、120塊，可能我未記。OK 啊，佢就我俾是115塊起咯，140塊、115塊。第一班機嘅時候價100塊呢，我會記100塊。115冇啦，110塊 plane 呢，然後到尾是115塊起喎。because 我聽到有個例碗呢，然後佢個冇嘢啦，當然。because 就貴嘛，100塊，你搞咯，佢邊做緊嘅是談 discount，成個玩看啊。到啲 Apple 做緊。阿龍啊，馬來西亞是啊？係咩嘅？你刷是點寫？係馬來西亞是啊？你唔係阿龍啊？你講阿龍？你是潮西。對，馬來西亞是馬來店卡米咧，係勁下咁啫。哦，你講你是啲兩個仔勁啊？冇，阿飛一般佢跟你讀啊，跟你讀。哦 ，OK， 我哋是 after 啦，冇下估我個即係白頭啊嘛。哦，咱咪白咧我白 X 學嘅啦。講咩啊？讀啲咩啫？伊是Glenai。對，新加坡 Glenai 哦。di Silva 啦，咪佢啊。di Silva，你講di Silva，梗係諗在上面。di Silva 唔係Glenai啦，di Silva 係Portuguese嚟嘅。一名，but is I think is Eurasian 差唔多 Indian 嘅 maybe 啦。哦 ，OK 咯，是係我就Glenai。Serrani。真係個仲冇講到哪隻樓冇講到。我講可能冇呢個就係計，你就做啥事啊？你企啊？你是企喺邊讀少，是不是？邊讀少先好，人玩道路咯，因為人做工是要過日子嘅嘛，你人做工要攤對嘛，因為 commission 嘅嘛。那是愛賣啦，但係咪愛賣嘛？對哦，所以人未燒咯，你燒慣。你人做按道路？咁你頭地超標啊？上班就上班，冇上班我公主管樣翻住去我公主管。Oh my god！ 讀咯 ，mineral water 多管你管你嘛？你一塊掉啊？冇，我只 aquarium 邊喺你邊啊度。要菜，要食啊！你兩裝落去搞你哋小嘟講哦。有啦 complain 你咪隨人講傾玩啊！你阿妹冇做事，你樣做到運道路就這樣。樣就係講我是嚟做這裏面，我做 part time 嘅嘛，都唔是教人正陪我嘅，我做啊，本來佢只可以讀冊咧嘛。你樣架 OK 啊？是。哎呦，歹死哦人！因為人是特禮拜特佢只免做面，因為是冇咩愛賣啦，你攤讀少少嘛，我企喺邊我因度呢度數據我諗咪打慳。哦。你家己冇變咧，人骨力咧看唔幾百蚊。夠你可能哦。我可能人嘅，我可能。哎呦，嚟啊！即係講自己真係講話。好 ，OK， 等陣，我俾靠這播嘅就這裡別使講，冇講到嘢白單個，你白單。哦，我做咗隻白單就係從 KL 做嘅嚟美國。Basically 頭一個 part time 咧是我自己介紹嘅，我是做花蓮哥。Because that time 是我是from 4去吉隆坡讀冊啊嘛，我係福建那時廣本讀冊。So school holiday 時我是去我自己 office 做花蓮咯，但係借啦花蓮room 做咯，佢早是愛做啲花蓮嘅嘛。So 大係 developer 公司咯 ，and then 佢做從5畢業過了，佢做 BA。係就簡單嘅啦，and then 係 that time 是可能搏忙啦，我哋 manager 搏忙咯，所以冇做了。After that 回來美國時，去英國讀冊了，冇做 part time 啦。After that 回來個美國時，有我 MBA 時，我去做 part time 咯，做 waitressing，日本嘅 restaurant 咯，and then that time 是第一等嘅 part time 咯 ，basically，waitressing 咯 ，basically
because 美國waitressing 嗰了是 co tips 嘛，你吹得特別甜嘅，人 train 你係吹特別甜嘅。你水咧袂使 empty 嘅，嗰個 one quarter 呢就係 fill up 嘅，and then 咧就係 explain 你嘅 food 咯，係咪講你 favorite 嘅 food 或者係咪是幾咯 ？cocktail 咧按照調，我諗嗰有 train 嘅 ，because 咧是做 waitressing 咧，即係嗰了就係講嘅，and then 咧吹特別甜啊，係 create a joke 咯。And then 嗰一行嘢啲報數解咧 ，whoever birthday 點聲時咧，我能怪唱歌怪跳舞。你撩話對頭最快咧，未使撩喎。跳歌跳舞誒。嚇，只線嘅啫喎。And then 我頭家嗬，佢逼我能化妝嘅啫。伊講嚇，你人成個做 funeral 嘅人，翻到唱 funeral 嘅歌嚇，嚇，一個冇化妝嘅，係一個 lipstick。I 跳 move， 哇死哦！你咪唱咩？成日去咧海底撈做那咯，海底撈就個檔對咪？And then 我 Japanese restaurant 啊嘛，一直在辦日記啊嘛，因為拍 show 嘅嘛，佢哋 chef 嗰啲有點啊定嘅嘛。所以你咪即一嚟到頂嗬是10個人咋 ，Lose normally 是 control 4嚟到頂嘅咋，一副呢嗬40幾人啊，一嘴黏落塊都真係冇人 ，free flow 嘅嘛。哇，創哦！我同你講啊，你水嗬，我未講嚟嘛，我講出事啊嘛。我酒 ，especially 酒啊、水啊，嗰啲是玻璃罐嘅、玻璃杯啊嘛，所以未講啊，但係係收到嘅。然後咧，我諗無好你無一個人 preserve 嘅係咪是貴啊？我諗無係 stand 啊，stand 拍即係上家做咩嘢？砰！哇！你嗰度超潮呀？特別潮嚇，你睇拄着你有嘅 customer 哦，錢入閪啊，看袂起你嘅咋？係時啊，香港人。伊香港人看袂起你，還是伊看袂起香港人？香港人，no， 香港人看袂起人。你香港人嗰個講咩？佢哋講，伊查某囝講，阿女，伊唔知講我未曉聽福建，講廣東話嘛。阿女。冇學呢個阿姐咁樣啊，做企台成世啊，冇學歷啊，唔讀書噶，頂嘅老細。有你計講咩啊？冇啊，冇參加，未使。你冇參照到啲注意啦，冇想刷啊，冇啦。但係actually 講你講啊，如果對住你啦waitress 啊，個美國啊，人配串落到你注意啊 ，especially 啲 cook。所以我哋 call tips 嘛 ，actually 係你參觀咧。是雜多間嘅台灣焼雞店，伊那邊咧差唔多at least 有20個台灣焼雞到頂頭前休息，頭阿妹咪有一把凳的，所以嗰啲唔解哦，嗰啲唔解哦。一禮拜落嚟，特別啊！一禮拜做點整？我是冇，你理個冇理個嘅，我等下去。係你就是冇理個啦 ，because 有一時是嗬，有一時是唔知90年代，95年時啊，冇98年，97、8年時，有一陣嘅時，你使拖有啲咩 hardship 嘅visa CPD 啊，然後你 hardship 啊，你使拖咩 financial hardship 啊 ，student 使出去外口out of campus CPD 啦，有 CPD 啦，CPD 就係 common blood disease 啊？唔是啦，係你是 OPT 加 PTP 嘅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加是係咪 C stand for me 我別記啊 practical training 嘅。But 我嘅年代係你年點時是未使嘅 ，because 你 CPT 咧，你特別愛做 related to 你睇出嘅。係你咩 financial hardship 你使做 restaurant 上面冇使啦，所以我問你講你是 legal 是冇 legal？แล้วOK，現在做呢，你今日對 interesting 做 part time 是係咪物件咧 audio 還是？tips 咯。我 tips 一名嚇，拜個一名嚇，拜個嚇，一期從300塊美金扣到500塊。哇！你最愛你話嗰時無料喎，是唔是？你可以擺料佢啦。有個 customer 會攞喎，應該學你5000塊美金，學你對幾咩對啊？嗰個笑啊！喲，唔係咩？唔係啊！你叫咩咧？你嚟問？一個月之內我一名我買做工嗰度。5000塊，
唔是5 million。basically 有限咯 ，basically 是I mean 大美國做 waitress 是 call 啦，無用嘅啦，錢一檔嘅，搞到錢一檔，所以所以有佢哋夾不單咯，佢哋我哋本地都嚟走出來。所以所以都解答啲超碗廠唔驚出菜 appetizer 佢係出先出了 ，after that 都佢水就係 serve 啫，然後人講我 order cocktail 哇，無 bartender 無用啊，你個係好招。because 我 part time sometimes bartender 無啲事，我接 bartender。你都未曉乜呐？你都做邊個幾年？做落久？即係 part time，讀冊時。讀了，我係 grad school 廿幾年啦嘛 ，business 嘅。so around 4年咯。until 我轉到我別嘅公司咯。OK， 我說 until 你 permanent job 啦，你是講你大邊做，讀冊時做，我是怪久本啊，上一間啊。OK 啦，那邊是被派啦。特別可能刻薄咯，就是 that is the first place 我捌到 Korean nightmare。係咩嘅？人家一 culture 嘅，真正一 culture 嘅，and then 最就會啊叫哥哥，and then 未使叫名。and then 去公司嘅 party， 袂使坐桌頂，但係坐 kitchen 頭卡，哇！特別你到底，當晚你講你做 filing 係咪物件？你捌做嘅成個咩 fast food 你係咪物件？馬來西亞無，我是後年第是大迄個BB Plaza 為第一。第單先做 promoter 咯，and then 有一個supervisor 咯，supervisor 含濕咯，幫你 bra 來咯。喺度啲唔敢做啊，走了，十幾歲呢意思。你曉落啊？但係你講你未講第一句嘛？我未聽你未講第一個數，你家己而家嚟請我。有啦，有啊，因為愛試看嘛，伊係你手是女嘅。你未用手裝幫嘅就俾請嘅就係。對，你用手幫啊，你 pressure 落去冇上嘅路，對，你掟落去。你個你 size 啊？有，8號、9號、10號。大卡波嘅 size 啊！你一講下你未時間再 usually 你派做嘅，我同你講未OK， 嗱後面教我講，肯定都對我嚟講，頭前咧就是頂到我 before 我做 retail 做 Apple 嘅時候，我是未曉 appreciate 做 retail 還是成個 food service 係你人嘅 call 你就，你唔捌經驗過，所以你唔知講一樣嘅成日特麼我即係別使講嚟可能。你特別只坎坷，特別佢特別超邊哼。所以我做 Apple 嘅時候，我就係講原來啊，你人嘅，我就係講一樣嘅，我係明白伊嘅坎坷。有當時想講 ，OK， 伊水較慢淡薄停啊，你唔別講我亂意啊，什麼啊。所以我有時嘅時是，我俾講咩啊？我講你 breakfast 實就別叫佢講唔緊要，老所以俾你坎坷。做 retail 嚟 customer service 是啊，你會 put yourself in his shoes。對，我看明白，我未成講特特係物件講，enjoy 呢部咩？你冇做咧。I mean of course 特別 up to certain standard 本啦，你別使講成完全冇做呢個工本啦，特別你較明白咯。因為似我俾講物件，物件就冇好事我未記，對，未對，我去迄個關渡嘅買嘛，關渡嘅迄個，伊唔是一間店嘅，伊係 department store 一間叫咩啊？唔知嘟，因為就嘟呢，嘟，你是因為是買嘟啦，然後靠 supermarket 本嘅 department store 到底關渡。開始嘅，就講啊，多，我哋多嚟做，你話你我咪是講咩 test 晒所嘅攞上我就話講，我博士，我俾咧，我是暑假差唔多，我會在咧，你我叫人教我 size，instead of
箱嘅，because 箱起咗會嘅喎，伊個啲會啊，特別啊，我等那個20分鐘哦。解估呢？然後就我個咪講成日未反正我不是冇唔記得做啊，特別，然後你等看把聲，20分鐘一對嚟食佢講啊冇，一日就這樣對嚟好啊，你講啊另外一箱冇晒先，特別而另外我幾耐 design 嘛，你而家是這樣好啊，我請佢去啊，時講真係眼佢看起唔對 size， 一個較細 size， 所以我是啲想就講。賣嘢時是唔是？我要明白了解你賣嘢係一種嘅考上面咧，如果有後面嘅講寫嘅，就看考咩去搞咩嘅。嘢啊，嘢個幾百箱嘢啊，一個那個賣俾啊。嚇！你看你在用彩票數嗎？你在用彩票的？彩票，係咪彩票上面啊？彩票冇啲嚟冇買咯，看買買個彩票咯，就當哦，變咗 shopping 啊！哦，然後我咪少當時喺度買嘛，喺度被黑咪是被人嘅俾本彩票。特別你 try 幾多箱 OK 啦，你咪 try 個幾百箱啊嚇，等我買俾啊。啊，你 online 俾啦 ，online 俾。誒，當叫我20有啊，嚟你講話即係。曉落你賣嘢經驗，我是，做咩事你專門賣關啲嘢咧？一直片，因為是我朋友買brand， 哦，有一個自己 design brand，所以朋友嘅關係咗，伊人去伊個囝有去鬥下手時，伊就講，叫參去，對了，慢慢過後就變去該做 part time 嘅咯，哦，鬥下手。開始嘅，大概就食一實請你做part time 呢。有，哦，伊本即馬咪是大二樓，應該是大二樓個3樓，應該是伊個做個濟，然後包括較濟誒，係個booth 大幹嘛位？哦，還沒票嚟，講話。我背記還沒票咯，但我特別是 logo 嘅啦，對，哦，對。頂住我俾條你 logo 唔係嘅細就我哋。OK，你去買嘢時，你去就去咗去入去。好彩我係喺你時多，我係喺你 counter 邊啊呢。哦，對，特別我人有兩個嘛，特是有辦嗰個兩人比起喺你 counter 位，所以還是我 serve customer。另外一個啊是我人會較近嘅迄個倉庫無迄個會無迄個貨擺咧，就叫另外一個去北京關樓啊，是去後尾位行咯。哦，你一定當時你講載會啊，你個唔載講有啊，特別去 check 嘢，你唔係講有當今上講有 inventory system 咧，你個 check 看有啊無？哦，我人迄個年代是，嗰了早起成日嘛點會先講嘅迄個對。早起咪徛佇門位歡迎迄個 customer 了。我人大早起幹嘛？特有 floor 嘅 meeting 嘅。大早起也未開店嘅是，do store manager meeting 了。各部門嘅迄個開會咯了。大早起無人嘅點聲，就俾 inventory 咯，俾即會咯。了我人寫起來咯，大迄個單位。9號嗰剩幾箱，然後9號半剩幾箱，然後到位找掉呢？反你第舊年嘅 size，我講第係咩 size？6、7號啊，嗱，6、7號 OK。有，你大架步是比較好啊，比較好啊我請11號嘅，我10號半11號，我講第係11號嘅。了，較麻煩嘅就是愛開單啦。哦，是啊，對哦，寫單開單了，有時第一麻煩嘅就是幹嘛做 member day 時，遮濟人來時哦，隔了人一部電腦過來，然後個10% 啦，20% 啦，然後有誒個扣25款啊，有中位啊，無講有20、30款啊，然後calculate有時跌錯啊。哦。就有時比
掉個背女淡薄。哦，你成睡唔掉啊？講你自己就背，對，人靠小姐很呐。對。哦，自己你都掉。因為我那時候死嘅，我做那教我是成個男仔的款啊，我們是死嘅。誒，有人做啊，幹嘛做 cashier 佢？誒，幹嘛唔是就是阿蕉切店嘅？阿蕉切店是。係嘛，John，我人第一件咪是背女了嘛。係啦，背女了啊嘛。背啊，背間資料。間資可能是定咪是800，แล้ว背一千。特別這多跳要乖，這就是本性，你未怪媽媽叫你買做啊！我買做啊啦，你但係只你看 short 類嘅，人講 short 嘛，我講 short 類啊，short 哎，做咩做？你講個貼啊，驚咯，因為迄時我其實兩600嗰時800年啦，一個月，แล้ว做啊，แล้ว我別記啊，總之一日哦，我就是 short 30啦。40啊！誒，就大到迄時30、40哦，是啦，你未留錢掛咩？我有電視，我唔知，但係有啦，咁啊啦 ，super 呢賣3年咯，不掂很索類啊，真衰哦，有時啲細幫我刷啊，我去裝工可能。Hello，我本想。我真做幹嘛做 cashier？做幹嘛做 cashier？我硬啊，做做幹嘛做 cashier 嘅？索類啊，講啊，伊是做咧樓卡咧 supermarket 嚟嘅。哦，即係 under 幹嘛？伊咧就覺得伊唔使掉叮當金做 cashier 冇上，當 cashier 呢 scan 就叮當 cashier 嗰度拍啊。拍掉佢跌下你把個跌嘅了跌。我你看伊嘅你冇拍伊後頭入去，啊冇就是寫幾塊呢，特別我只是教啲 cashier machine 呢，我因為當把刀嘅時候我退休一下，我自己買隻過嚟倒出去帶，我只是個聽聲，我見係袋落嚟哦，我點不有啊，一個 cashier machine 誒，我特別只 specific 嘅聲，伊聲特別淡薄誒，伊袂使聲無聲 ，cashier 呢無聲咧誒，跳出來是個你。nghe hay là抓hay là spring hay tiểu em，因為伊拖佢同 spring 出來，係咧一個咧抓住嘅物件。嗰一個，你人唔知有做過哦，就是夾鋼槍嘅3對來家己夾毛嘅，夾喺你手。哦，你學伊抽下，伊成日伊刷頭啦。對，迄種是圖嘅安迪做嘅，咁坐啲面甲佢加，我做過。我做過嘅是夾上個 plastic 嘅物件，嗬，係 plastic 物件都加伊嘅乾都就，但是用 plastic 印模出來。哦，要隻一條呢，就尖出來。夾對圖做嘅嘛，咁冇即個咧。櫃湯嚟做。銀包囊都有，個人黏銀包囊。即種。銀包囊啊，就使在。誒，就使啊。我做緊 concrete 啦。แล้วกู有一個。嗰一個是做嗰個超浪嘅，超浪想是有看過本，我聽過本。超浪是做咩？有啦，不過你有自己物件，你都行落去，你都家己攏起來嘅。哦，所以意思啊，規箱吼，你特別你聽入去嗰時，你家己。做 packaging 咧嗬，成個 condom 咪roll 起來咧。packaging 咧㗎，成個 condom 咪可以roll起來，掉，一點成個 condom 咪可以。所以後尾一包是一個抽，然後後尾立落去嗰時咕窿下。伊唔是一個抽，伊就是。是唔是 finger cut？你 finger cut 嚇，你講。我唔知啊，唔知係咩嚟。伊是一個但你係是規嚟抽浪嘅。一條呢？哦，OK，下陣，伊是小可能水類也是用嘅咧，學較攝嘅可能。啊，差不多是啊，因為我真正細漢時我厝嘅都係厝。哦。是我小學。啲是 finger cut 啦，人手一個家裡條上啊，呢一浪落去一個長間，攞把下嚟 touch。嚇，特別伊是一個，伊特別伊咧有咧是成水類冇會啊，當時伊想一粒成個 rip with pleasure。我講漏一個我講漏一個咧，我是讀過，應該是5歲啊，嗰時我店嘅對面是迄帶嘛，แล้ว我夾一個上頭，我有食雷邊本嘅哦，安尼細漢本，我夾一個上頭，然後佢夾我買佢嘅水嗬，
迄是喺裏邊咯。唔知是偷腰都唔知咯嗱，夾隻上頭吼，迄種嘅drink hole 啦，嗰是腰是上頭啊。แล้ว加開一半去了。加一半啦，成加一個半，一個 tray 你看咯，因為點解冇 tray 嘛，就是用迄個做 tray 咯。แล้ว佢幫我買迄個阮店嘅迄個水啊，迄個drink hole 啦，油啥迄個水，แล้ว夾幾拿地落地個了啊，夾去大邊。哦，我搞攤路咗路。哦，我得翻撐住去，因為迄大是我朋友嘅爸開嘅嘛，本是，แล้ว得家樣夾 permission 咧嗬，因為點解古迄大樣大迄大的。你會夾起來咪賣嘛？對，伊夾一個一個殼袋，掉到莫管裏，然後要隻甚至可能特別冇用殼袋啦，我是用有時夾夾一起。我係記得5-6歲嗰年啦，然後夾一起賣咧講變咯，攤寫是我呀，本事都家己夾對呢。即是夾賣啦，即是攤的是你哦。夾賣咯，即係我是頭一份講嚟。哇！你即細漢對向能夠識緊嘛？講彈的是話，冇彈的是本是路。我小弟家讀，我小弟是教我買嘅邊嘅，村裏伊是到對嘅 balance 唔夠對嘅。我小弟是安尼看㗎。打斧頭嘅了啊！打斧頭嘅你幾好咁？แล้ว我小弟咧就去賣我今日有做part time嘅，所以我幾日啲嘅了。我小弟去賣萬字。哎喲！你睇你萬字，一直做咩？冇萬字 result 啊！你去條做啊！一條咧，成個南灣紅場會時人去賣 photo set 咧嚇。我做，你冇得家幾別係雜貨店哦，糕點。哦，去糕點，糕點少女。糕點咩？糕點少女啊！แล้ว成個幾別雜貨店一出去啊！แล้ว先啲間糕點，แล้ว點正啊？咁未必2箍啦，3箍你看咯。嚇！嗰時候，我 feel 到感覺就成個我冇有機會做到 part time，成日冇 miss 掉佢就冇 opportunity。是好意嘅，是好意嘅。因為做 part time，我哋真係物件，除咗攤位，你就我即上出去可能無理，嚟就安怎去對付人，然後安怎去看人面色啦，看頭家啦，看人劇啦，安怎去講話啦。按照去做，按照去promote 你物件啦。哦，美國你當佢玩得厲害，你講。未拉薩 call 啦，唔是講特調做part time啦，但是 call 嘅嘛，冇 call 嘅，即係好易嘅，好易嘅數啦，攞嚟看安裝咯。唔是講我做part time我就 call 啦，後面定咩人㗎啦？特別你在我嘅爸爸嘅想法是講，哦，你叫你點上嚟讀車，你可能就我哋爸爸很少啊。有辦嘅嘛，我辦嘅做工嘅嘛。要做啦，我講辦嘅做嘛。extra money 嘛，我係 grad school 嘅學咪少咗做佢最先談啲奶嘅咯。講先正生嘅了，會使家己買 extra 嘛。嗱，我古早做嗱 OK 啦，應該買車我做上市公司，我做咁多 do fashion 啦。แล้ว做แล้ว我咪แล้ว我去做數咁多唔係上一個月先到嘅แล้ว就係出鳥呢。俾嘅了。又係俾嘅了。你特別你有攤女嗬，你咁開特別你自己有攤女喎。就爽你就要我就俾我俾6個月俾係了。有人做 part time 成日講人十啲嚟 approach 都叫你講嚟拍廣告嘅 model 嘅。嚇，做 model 啊？我 brother 唔攞掉啊，伊是夾 supermarket。一夾 supermarket 夾嚇，and then suddenly like approach 講，我是要你係誒隨隻 supermodel 會使啊 ，and then 我 brother 攞，但係是已經負擔緊啦，伊是家己做生意啦。第二講，OK，第二講落隻，伊講我愛你時，你 post 隻，啱 post 隻，我貼你時，然後我 call 你 back，and then 佢做一單做 Astro under Astro，冇看到邊啊，抽冇500塊，你嘅唔理識未批啦。少做 extra。伊大尾做成個人，你去 concert 啦，也手起來呢，你俾手呢。阿龍咪如果到啲韓國嘅位啦，我做 part time 哦，到啲韓國，像有一人做 part time 嘅工嘅，我唔知講甚至係國建教咗冇事，是賺咗 retail 啊，係咪？我當我試過做，但你做part time，我啲咖啡裏邊做 barista 嘛。哦，特別即係你講你公司開嘅。
嚇是啦，特別拜六禮拜會出嚟咯。特別係你是嘅 extra 啦，你面是part time 就是唔是 part of 你前度啊？唔是part of 前度咯，另外咯。哦，要做 part time，你帶高佢哋Starbucks嗎？冇，我冇做佢哋嗰度，古仔我冇做佢哋嗰度。古仔你帶高什麼？帶高什麼數？我可能俾應該變樣嘅人。哦，樣 collection 有冇寫少嘅？嗰啲 Starbucks 出嚟咪係加水嘅，加水嘅。แล้วยังแต่到จะไหลเนี่ยอีออเดอร์我2-30嚟咁嘅就，แล้ว我都俾走去排隊俾嘅就，有嚟我都是只出嚟เนี่ย全國10分鐘就俾佢了嘅就，แล้ว但是伊是7點開嘅 Starbucks 啦，我有走拄過啊，伊講我俾這個2隻，這個2隻，這個3隻，這個4隻，我是早起5點半徛喺Starbucks等佢開就，等1點鐘半啦。我唔知就是我為咗這裡我做個家己嘅考試表咗。哦，好彈咯你？他冇借啦，當波嘅啦。特別我係咪咪嘅本俾經驗啫嘛，所以我就講嗰時咧，所以我嗰陣破咗。你睇連 free Starbucks 嗎？未記咩？我報到一步先咪就，我有睇到，because 要到條 commission 嘛。以後話你但係都啲 Starbucks 俾。tumbler 嘅話咧，你俾 tumbler 一定都好攞一道 coupon， 好攞黏一拗嘅咋，迄一拗咧是 anything 嘅咋 ，anything 嘅咋，所以蝦米嘅字不地使嘅咋 ，any size any。所以你邊咧借物件，你夾人買啊，是你邊咧借物件，你彈咗就隻 coupon 嘅可能。所以我有一站，我係 Starbucks 是運轉是免開嘅，我係 Starbucks 是免開嘅，我等咗。我特登到啲 app 裏邊啲 scan 咧，我近日啲邊開呢，我期講我俾貴嘢隻好就對咧，貴嘢隻好啊！你冇計錢嘅，你根本就冇計錢。哦，係一個 drink 呢？阿龍，你當年做泡咖啡是阿咪講啊？你是安怎做？你講是係咪物件？我 serve 人咯，就是我是企喺高德嘅咯，我企喺高德人過嚟 approach 啊。係啦，依個係咪個 B？係啦，個 B 介紹淡薄咯，係啦，我就講話我咪 special 嘅 signature，係啦，介紹咧，我 B 嗌啦，嗬 ，OK，係啦，你咪跑啦，我係跑碗嘅，特別我招跑，誒有 barista 有啲嘅話咧，我冇話當佢哋物件，對位個 barista，伊講話，我俾佢幫手啫啊，哦，你俾靠佢啊，我會曉做，隔離我咪有。所以你是做小女啦，阿邊就你，主要是小女 ，and then 伊物件來，唔。我是 usually 是3個人做工嘅 ，usually 係咯，我接 order 咧佢係咧我加你做出嚟咧啊，係咯 receipt 可以一張，係咯我一張係啲邊樣去咧，係你 barista 特別醒目嘅就，我冇講嘅就，一特別看你做，有蝦米物件嘅就，一直緊去做咯，係咯，係你嗰邊啊，是講意思 let's say vanilla latte 嘅話咧 barista 特別緊去泡40 liter 嘅，40 milliliter 嘅。40 gram 嘅咖啡咯 ，espresso 是熬出嚟咯，一啲俾泡咧轉嘅，所以一啲because 你特別佢烹烘，係咯佢俾錢，係咯佢俾加啲氣，係咯訂係咯出嚟啊嘛，係咯我就見啲嘅阿妹嘅也 tray 也熬，係咯變啊 vanilla whatever 啦 milk 又好，係咪日本好啦，準備好時係啲頭整佢可以，係咯依啲俾佢嘢嚟熬，佢 steam 咧係咧個變咧 espresso， 所以往時生。即係 partially prep 淡薄可以接去做啦。對，但係個要走用一直嚟話出拗嘅咁時候，佢哋話生拗 ice americano no 啊，係咪唔記得？我哋已經要準備咧拗性格係好時係主要係咯，咁樣係啲邊一擺啲可以咯。所以依家講時間啲烹你嗰邊嘅咯。你打邊做你是幾時做？是拜 weekend 嘅做係咩？拜六禮拜咯，拜六禮拜我出嚟。拜六禮拜咧是讀咗落音嘅時都冇做。睇揾半輪流。不落音是啱名數，所以早起要做啦。我落膽琴未掉嚇。哦，你未大一啊？都制度好。未怪你咪是困氣當時。所以係，就因為困氣啊。我馬仔嗰度做工。咩炸機咯？咩炸機？我落膽攰咧，咩炸機我特別擺起嚟揾咯。Oh my god！你咪做啦，落音咪事。不安排啦，有陣時面講拜禮拜攞接冇出嚟嘅。嚇，你禮拜面出嚟啊嘛？安排到3禮拜 barista 話我哋面出嚟咯。嗱我頭幾個月冇出嚟本嘅，如果下次禮拜我出嚟都唔使。你咪阻止啦！伊唔是噴淚，是俾經驗嘅，我可以。做家己真聽，哇！死啊！未當啦，我唔是啊，肯定人嚟嘅。
我是下面物件本會做了，我都有 make sure 講我 criteria 本嘅，如果我困就要困6點鐘嘛，對唔對 ？At least 我未肯靠到家己嘅就半我冇可能講我冇等就半本嘅，我直接食兩頓，我等就是有食半，等就是有困6點鐘，有做足即係嗰啲物嘢，即係我點食用個碗㗎咯就對咯。別人啷個出？我古早做過講，我做過 L 你叫咩啊 ？LV 是 LV 嗰是 LD 啊，我未記叫咩。係咩 LD 係咩？你看戲嘅咋？哦 ，laser disc。LD 哈 ，LD 哈，就誒，佢點解好興佢咋？係咯，原來有一間嗰啲科學院對面，當今是未開嘅店嚟嘅，角頭角呢位嘅，巴登嘅隔壁，巴登是隻南巴行咋，巴登嘅隔壁頭一間店，就係你當然話車都貴。科學院對面是 CRC 啊？唔是啊 ，CRC 是另外一個所在嚟 ，CRC 唔是科學院咩？科學院對面是。大多會清查天嘅地啊！天嘅地嗰度，但係科學院是在科學院對面是加南你巴登 Brown。伊巴登 Brown 伊個你有幫叫咩啊？是 BHD 嘅是 SO 嘅是我實未記啊。CBB 嘅 BHB 嘛 BHB 嚇對 BHB 甲路淡薄呢啊，有一個未去到大路嘅，有一個講咧，我特登看睇到嘅，伊是未開嘅店啦，當見面嘅是。Lawrence Selamat Lawrence Selamat，你叫咩啊？佢哋 uncle 未插幾條嘅。佢哋隔路一條街呢，路一條路呢。你做咩啊？我是隨 DVD、VCD 嘅 LD 荷蘭嘅咯。哦。佢哋是我頭一份有學 EBF 嘅講嚟。哦 ，OK。我唔是，冇，未有學 EBF 整嘅夾尾就份講 ，sorry。未學 EBF 整嘅夾尾就份講，就是佢哋是 part time 嚟嘅。哦。佢哋本是。喂 ，parents 冇數教本嘅。哦，特別都走做啦，因為1個月我700塊啫。哎呦，你 hours 現在 weekend 啊？你咁700塊冇招咧就。係咯，一個月700。本來是working hours是10點嘅時當就，我是早起10點做到暗暝10點嘅時當。哎呦，我做副地嘅啫，我唔是講 Apple 嚟咩，我是早起就去。weekend 啦，頂。伊暗暝就講濟人嘅點時，我唔知係點時。一人時間去隨 LD 隨 DVD 嚟看，點知？哇！一人坐點知係真係幸苦嘅咯，真係借面嘅做嘅。哦。你訂咧係點使佢冇，你訂起你啦，你隨你帶得出嚟啦，你個會就係你帶得bằng啲都直膠嘅。你走去你 storeroom 你去看，D10到嚟，你做。我就住超情人輕啲先，係所在喺度燒嘢咯。我有啲小全部咗。講電腦裏邊明明就issue嘢嘛，特別唔知道打落去，跳舞邊都隨便跳喎。我全部都已經寫起嚟啦。啱啱放工咧嚇，能10點冚掂咧嚇，我特別去想辦法去吹地啲出嚟咧就。哦，我都自己有時會自己嚟嘅呢。特地選佢選佢咯，特你佢有冇下載佢嘅咯？我哋見有時你咯，就看不到 CD。你做微本啊，其實做。出邊別人我做，你別人成日有人出邊嘅做佢part time嘅工哦。當然冇咧咯，負責。對，係你即係落講未落。我是因為可能有在香店做過工哦，還是倒卡手過。香店是咩？賣香賣咧金爪嚇。對，我古早有倒卡手嘅人自金爪。哦，你到後邊做是紙還是去賣？我有賣，因為唔是賣一大包，是大包可能掉。哦，哈，紙餅咧。對，紙餅咧。紙餅是後來有嘅，我記我細漢教得用學點先，是我媽係特別講係啲處理紙嘅嘛。紙嘅對，是講我舊間包。紙餅是後來嘅出現嘅。舊時你冇做過呀？比如說我古早我買那是開紅白紅公了嘅。哦。然後你賣是安怎你賣？你冇去打下手過啊？打下手咯，成個一個人做 part time 咯，แล้วว่าอีหลัง有嚟學淡薄工資啊，你看呢啦。下時個細韓國嘛 ，I think 11還是12歲啊呢。然後你是安怎結緊到未見嚇？
到白物件咯，要高店安尼咯，了 customer 爱买虾米香啊，你要介绍咯要吹下咧，有一帮只流行下咧，我买下咧点下咧香买安尼一薰咧讲，你要介绍咯，了买一薰啊是呼。薰啊，哦，買隻煙，哦，買你香，香唔是買來出煙嘅咩？特別會只了，會只有咧就講要吹像個伊人你介紹伊人，我伊人要擺下面，你就要介紹伊人即個是用即個蠟燭是用擺做先啊。哦，你都未曉對，擺正先啊。講咗，講啥子？係咪嘅？了你係咪？啦，你擺眼光你啲係咪講你直啊？直啦，係你擺做先個無聲，แล้ว係你蠟燭有半嚟半件，還是一件呢？還是有幾難鳥嘅，有竹鳥還是冇嘅？哦，這無相看你人半個。喂，叮當時是唔是成個？喂，其實我唔知我講嘅時候，媽出錯事，咁個學直啊喎。對，了可硬食嘅，即係後來等於點啊，就咩嗬？對and then 嗰個半福建人嘅蠟燭，嗰個廣東人嘅蠟燭。哦，安怎無相？伊表福建人古早人是用下嚟是無卡，是講伊無一支骨安尼款插入去嘅。哦，了有嘅人愛擺下嚟蠟燭呢，人是有一支骨安尼款插。伊就一支滴嘅呢。對，一支滴安尼款插入去落香爐下邊嘅。所以無相啊，尤其是70個咯，你一開門時你人就撞住嚟嘅咧，我咁去買。and then 嗰個新正嘅事咯，清明嗰個七鬼集時是真嘢無用嘅。哦，係你物件好，成個一人要擺下面係你做先啊，是衫是下面物件好，人就要曲變好是。I think like 早我人知講是清明還是七鬼集時，我早攞3禮拜清就要 start 曲你物件先咯。我哋是講曲變你參 combination 係蠻好。對，可以咯。because 伊人有人袂曉嘅嘛，成個來我買一份擺做先啊，是擺下面物件嘅，所以伊人袂曉嘅嘛，有咧少年人講袂曉，伊馬交代伊來買爾嘛嚇。你知要做，你咪講伊要嚟做咩啊？你就要夾佢夾佢啊嚇，我去配合伊安尼看咯。即係阿龍quit物件。咩？我quit物件 ，basically 我古早做 full time 做 tax consultant 時咧，我就有喺你南無路，因為有請喺你 part time 嘅，去嗰邊考嘅。哦，請考人，哎呦，喺你只老闆了，睇下個人考嘅咩？當然幫 speaker 呢。你係 repeat 呢 ，OK？Bluetooth 嘅當然咪是考人。嚇，個 Bluetooth USB 嘅 USB 插到 speaker。哦，當然 USB。I thought I 請一個人去考嘅，I 曉 drama 係你是伊人講下面係你解節啊，解下面所講係講你before 你解結嚇你下面無解無合嘅啊，你就俾講出來啦，你看了可以可以俾眼走是安尼款意思啦，就俾考啊。我俾會怎麼對阿蕉嚇，阿蕉你。做過這三個會發單咩？如果個會到對去做，還是上看考咪做啊？看啦，看點聲。看點聲，你特別 OK 啦，你感覺啦，啥聲就開幾日刀啊，個食啊。OK 啦，旅談嘛。旅談，你特別你特別 flexible 本啊，旅談，依家早同你講啊，就要款。你講，只係我應我咪做咯，特別暫時我冇應我冇到新加坡嘛。哦 ，surprise 啊！แล้วรู้สิรู้成啊。會成日因為成日做較濟，會去會倒酒啊，會咁樣談較濟類嘅可能喎。嚇，地好明做啲嘢，倒酒倒到嚟卡嘅啊！唔係我淨咁樣借呢大推，我淨係大推自己嘅骨。有時都掉可能包啊。啊，都係啊 ，OK 啦。係。你俾包啊！你填豬啊！你俾包啊！coffee tea 啊 ！Maybe Elena 個人，假如講，誒，豬愛包你一咩？
錯，又唔是做機，又唔是做，唔是做我規模。我是媽媽神咧，係是做我規模。because 我古早不是喊嘛 ，manager 嚟教我講嘅嘛，嗰隻叫梅魯講一名你會使無啊？喲，阿招，特別係講換一換嘅話，咪係咯。梗係是，幾十歲人啊，就後面少年嘅時候都講，咦咪都得嘅個嗬，當叫是 discount 咩嚇？幹嘛係樓頂嘅 clearance 啫？嗰啲困字名，你好落字女人啊！你就未打慳你本嚟啊？未就未當自己成間60歲老姨嘅叫都係啊！我唔是個 reject 佢哋 idea 咋，我 reject 嘅是佢哋人，你講呢個意思嚇。但是講佢哋 idea 本身我是 OK，我係接受。所以你未使 possible 都嘅嘢啊！你未成日講，特別隻字女咧，隻字女咧，你想我係 consider 本啊。我當時是咁會咪照地使咧，我你嘅做落第一頭。吹到歌啦，吹到歌，ini bolang akan cik tu cegah, ini 吹了人akan cik tu cegah。咁咩叫做 cegah？什麼意思？喂，這是切到即家，切到跟得啦。對啦，叫日本驚起嚟講了。日本驚做啊！我講嘅。係咪件啦？係咪件啦？係啲隻噶。哦。啲隻噶。或者你咪自己出九十字，點俾俾下一張嘅咯，要開喎。有開嘅應價咯，免係啊，我特別福建呢，特別福建呢食家都真有。你自然咧，變係福建嘅會啊，不tangi becek ga，誒，當劍嗬，當劍會線你啊，當劍一成啊，依隻家是嗬，自己成 glue stick，然後係到啲你 glue gun 嚟掟出嚟，隻家係跌出嚟嘅當劍。有嘅，即係夠甜。哇！你話鬥嘅 happy 啊？是咩？啊 ，because 就係我做 calligraphy 嘅嘛，用隻字咧，頂多是用隻間嚟拉字嚟搖咧，是都倒落去到啲嘢咧，你培養嘅嘢嘛。當劍咪就係到啲成 glue gun 都掟就依 wax 出嚟了誒。係你睇下拜硬講嘅物件是真嘅無相物件，我冇做啊，I think 我。8年整到背後，我伊人做背後，別人係成日都冇做，冇人別做。哦，嗱，別人我未聽過咯，成個。阿 John，你講你這個是正經嘅，這個是 XX 嘅。X 正經啊，特別啦，用 XX 咪少咗個結用，出曬都用噶啦。即你睇特別一碟成個是隻鐵，碟就再燒掉你零頭係零。I俾你有啲茶，你食 glue gun 啊嘛？伊成個 glue gun，特別伊個 glue 係一支 glue 是 wax 嚟。啊，所以當時我講我知是 because of my calligraphy，because 有一人樣是因為培養係一個就燒嘅都就一箱嘅培養嘅，然後是你特別 instead of 頂到是用一個頭姜都係淡薄伊 beat 啫，伊個 wax 係 beat 啫是你行開一個度嘅嘛，麻煩嘛，當伊 wax 一支啊，你就訂 glue gun 咧，伊就搖出來到啲 dip 出來嘅。我俾再講講成日做成日 part time 嘛，是聽人做 part time 是只 interesting 只趣味。但係你講成日乜咖咧 plastic 啊，你看物件成日冇咪人乜載過，有咁 interesting 嘅物件 part time。加 plastic 嘅是樣嘢 from factory 嘅嘛，樣嘢 by carton 啊呢，你一算咯 maybe 一個 box 啊，有算八咧，或算千咧。if 你加了，係你 box 一算咯一個古早啦，古早一個一類呢，你知哦。這個我本做過嘅，其實係。你加咯，一扣嘛，一扣。三個四個一是 I square 啦，一邊一個波邊出來是要歪掉一個係你你加一格係你。你拖出來嘅其實。所以古早嘛得啊。有咩配 A 啊？配 A 人真按照笑。我未記是成個，因為古早細漢是互人教的嘛，你睇你安迪吼，伊係攤 extra 類嘅時吼，伊就是會成個去共超練，款一籠大籠嘅款，一啲咧我細漢嘅時，你鬥做喎？鬥做，見到地都鬥做咯。加，你成個本要成個有做配 A 咧，啊成個愛唔知安怎該填落去啊。哦，誒，點解我看過咧就是車咧？
伊是去车咩哈？伊上个是车。伊样车衫，上个对来上个干那车一做啥一百，唔知什么托卡包什么意思个？车有个人是车，嚟 brand 啊，哦 label， 伊 label 伊票头哈。但 Levi's 啊，个是正好 ，Levi's 不是本来呢，正 original Levi's 不是本来在槟榔嘅，那安迪人去车，哦，係嚟 Levi's 係嚟攞去也真是。哦。哦，樣是。誒，我做過啊，你是做車咧車。哦，你是靠吹聽。哦，靠吹聽 ，OK。我頭一禮拜當時教我媽都做一車衫，你一人車衫，你去車衫嘅店家咧衫嘅 parts 嘛，一百咧個嚟接咧變成衫嚟嘛，對。然後伊衫邊啊嘛，條車邊咧，伊車邊就連一成個伊邊。嘛是有一條出來線啊，你就要 trim 咪線，就要改啊，就要改加車邊了，我工資是兩撥，一條兩撥啦，冇啦，加了做加了兩，一條兩撥，佢做加了兩撥，啊，哦，出名。所以後尾我做過迄個做衫店，天衫店。哦，做咩？你不是去個人收嘢線？冇，迄時過了 SRP 嘛，แล้ว SRP 過了，你嘛要去找工，愛賺錢嘛，แล้ว就去找到一間天衫店啊，伊是做衫嘅，伊入邊啊 ，actually 伊有 designer 嘅啫，伊有 designer 畫伊嘅衫，畫伊嘅 pattern 咧，人做衫了，寄去上加批發，互人賣嘅，你看呢？哦，了我佢去我是想做10工咧嘛，未曉嘛，了。伊有時伊來 material 是伊來布啊，伊來 raw material 一捆嘅，跟你咧聽就當小到短啊，佢講咧，伊是講打布嘅咯，落去光，所以迄時我個細隻嘛，細漢嘛，了人光3捆啊、5捆、6捆，我不改硬嘅光起樓頂嗰種，到咧勁夠很低啦。แล้วลูกเบสใส่โบกังมาโบบีมาโอ้ยตาปอเบกังเนี่ยมันอย่างที่แต่เดี๋ยวกังนี่ตอนนี้想到เลยอ่ะ想到對啊呸當然冇炒一下咪面煮一下當佢嚇誒企喺你店厝嘅樓頂再樓梯度牆咯就係但แล้ว叫咩啊一做衫嘅時啊伊人做只濟嘛是到加嘅 pattern 嘅時啊伊就要出用手加啊冇一日電啊，比如就俾播下一按出去，咁你可以教，你個畫嘢倒到頭頂，你都夾一個電嘅夾到啊，塞落去咧翻加咯。哦，一電夾到一安尼看啊。誒，冇一成個一搖伊，一做係搖伊。對，嚇，所以人就俾一出播下，你成個最貴爽本啊，一多啲。one end 一度點嘅播出來，困了，你就解拖去後背咁出平平。哦，出名呵，做個人可能發呆咩就 interesting 啊 ，behind the scene 嘅。伊若是講伊有伊嘅 pattern 出來時啦，你是新嘅 pattern 啊，แล้ว伊有好多嘅上個staff price 啦，แล้ว你使去買，แล้ว其實我個買好我嘅 sister 個買嘅物件咯，嘅衫嘅罐係咪咯？哦 ，OK， 佢睇 discount 啦。แล้วก็做一道嘅 part time 是 supermarket 啊，頂陣時人做過，但係我做嘅 department 啊，我想起來，我做嘅，唔知係咩睇機啊？冇 hardware 還是 kitchenware 我唔知啦。你去試下，你知你會 imagine 人買迄個電風扇啊？唔是 standing fan 你講夾到 table fan 啊？嚇，對 table fan 對，伊家己轉。table fan 你甲你講我要做 present，叫你包 present。你興唔賺得包？我當佢嘛，我梗 impressed with myself 啦，甲你講我材料俾你抓接包。engineer，你變做 paper engineer 係啊？My goodness， you know because recently 我 base present 我去找人包嘛，伊被 charge 我8塊啊！當佢你使開八大咩？啲啊，我直頭管佢講，蝦米8塊，咁你俾抓，我就俾好多8塊，你抓佢累，然後叫我想，你阿星嘅我嘅嘢等於包，搞個，發到你到底係講你咪請我。
好極死呀！即馬路甲最近馬路甲上起來呢，我哋物件，哎呀！咦，我介紹會做包，我定到我是我只想到啲幹嘛會做part-time 包 present 嘅 Christmas 嘅事，你真係幹嘛？我哋會攤包 present 啊嘛。對啊，一啲錢呢，一買迄個電罐，你本叫你包啊，my goodness，你都冇半行，你本叫你包。睇時啦，迄個 generation 啦，that time 啦。有辦法嘅，當你 YouTube 看到真一隻 pattern 嘅，有辦法嘅。迄時冇嘛，迄時馬路甲19頭有邊嘅事。你比我較老咩？我應該會比你較老啦。比啷個多？嗰時。我甲冇啦，我冇老啦。做咩事？做咩事？你冇嘢？你 call SRB 嘅喎。哦，你冇 call SRB 嘅咩？PMI。哦。那 PMI 嘛？那 PMI 嘛？哦，我是 SRB 嘅，對，我是 SRB。我是 SRB 年代嘅。講白回啦。伊提早伊就比我大3歲啊咯。2、3，因為我做3歲啦。你教我8歲啦。講8歲啦。哦 ，OK。特別能夠笑啊，夠笑佢。我想講伊是比我細漢啲咯。哦。是咯。我其實我定時去 trip， 我last week 去 trip，能夠想講我去讀冊個，佢問我你是去讀冊。哎呦，爽到要死啊！你若試學趙西聽到一句話，伊嘅聲都接過嚟對嘅。冇啦，我是我那邊那爽到要死哦！哎呦，mana我那老嘅 student，那邊你哋笑。誒，但係個上學講咩叫 part-time interesting 嘅？我有一個啦，我做part time，你是我未記，我古早我做過一項物件。係的，阿龍講啦，就使講。嗱，當今我非常無你看你講咧，我古早咧，因為咱古早誒種 printer 啊，啲 office 用嘅 printer，你拍一字出來無水嘅，呢種一字絲絲格格嘅呢，我是講你頓頓嘅這種嘅。誒，係 dot matrix 嚇。那個迄個大了，跟他黃色嚟嘅，是紅色嘅。一拍 left right 咧，刷起，你轉過來嘅。所以種嘅你夾，伊唔是 cartridge 啦，係是叫咩啊？係一條 ribbon。嚇，佢哋 ribbon 咧，我古早時啊 ，typewriter，但係古早時件。誒，是 printer 是 typewriter。printer 嚟嘅，唔是 typewriter，printer 嚟嘅。dot print 係你叫 dot print 嘅數啊，就正嘅就90年代數嚟。dot matrix。我做點聲咧嗬，係點聲故事嘅講，人買 ribbon 係了咧嗬，有啲公司咧嗬，有時 refill ribbon 嘅咋。嚇，對，一個印嘅。我朋友嘅紙嘅店賣咁嘅 refill 嘅 ribbon 嘅，所以是細細間嘅工廠間嚟就，光特別啲邊去錄嘢食嘅咧就。哦，都 re-in 嘅。要 re-in 嘅，我哋啲 re-in 咧嗬 ，re-in 咧我嗱咧為佢講，伊唔知 re-in 就可以做咗一物件佢，伊就是 re-in 咧，你個別捆好時少可以做啲嘢。咁我就做你做佢哋工嘅咯，做佢哋招嘅咧咯。哦，當今是冇可能揾你工咧，當然冇揾啲物件咧。出皮哦！嗱，佢會生英語人嘅店去嘅。佢應該咧印嚟了，伊 actually 唔是新嘅印嘅，係 review 嘅印。你講係特別點啊 ？review 啦，而家樣就是拍你 invoice 嗰邊物件，一字看係掉對曬了嘅，伊冇水嘅東西嘛。啊，即係冇大行。我會記我做過，特別是做下咧，陣間是我做1節啊2節年係做。教阿龍上啊！我到學嘅時到台灣嘅時，我做 traffic warden，伊人有時有正大 event 嘅時啊。哦，去搞 traffic。路要過後啊，咱伊人會 send 下你寶寶會講出來了之後，所以下你 traffic warden 啊，是我就是徛到下邊，你哋曉我嘅手，特別 end up 下掉落是 one way 嘅。哎呦！So 我當時教我兩個朋友啊，你哋這邊有車來嘅時啊，就是 pretend 我人有特別做工嘅款啊。你哋向嘅 direction 嚟咯。解好似偏假，我個仔女無論是說嘢咧，可能浪車，你 one direction 嘅 at least OK。啊！你咪爽爽就邊一直，好看下邊一直浪車。我係有時聽你大嘅時啊，聽你冇會講嘅，我感覺就有時。
哎呀，特別啷擺成個我這邊嘅 restaurant 是有當時 Chinese restaurant 樣成個請人去做學 sample 嘅，那麼做嘅係講啊，而家就 tray 是，伊是成個你講咧一點鐘入面你都俾學了幾 tray，誒，即 sample 嘅吧。成個 Costco 啊，成個 Costco 咧特別即係啲 mall 嚟咯 ，mall 嚟 food court 啦。แล้วลูกแก่แล้วเที่ยง sample 就係ว่า譬如講咁樣夾夾字後面啦嘛嘅字啊嘅字啊就係了去啦。未使嘅字啊。我早做嘅是 catalog 嘅啊，夾幾塔 catalog，半啊 in the end 啊看到三八湯嘅佢哋嘅。哎呦！這件事是最嚟。即是米青，我白女頭嘅米青。阿龍都未講未？近代啊！上講你講，當今上講你講國語咋？國咧有肯定講真真謝咋？往 MRT station 頭前啊，一路上些有嗰啲安啲老嘅安啲咧，60-70歲安啲咧啲白鏡就啲話情咧，伊是老安啲嘅咋？老安啲，因為阿婆本有嘅咋，譬如譬如我白頭毛咧阿婆啊，伊就是佢排這種嘅傳單嘅，排這種傳單，伊排這個單啦，我有當時啊嗬，我就等你話 lunch time 啦，佢人幫食嘅咁樣嚇，下晡12點幾都行過你 station 嘅門口 exit 嘅時咧嗬，但係有安啲樣上來來去咧，本是幾嗱種無相關嘅 industry 呢，頭先就是 gym，啊啦第二咧就是講咧係咪 pilates 啦 yoga 啦，安尼款嘅。啊冇咧，就是嚟 development project 嘅，人哋基礎嘅 project 嘅，所以用學呢段嘅就，伊學呢段咧，往大人啊嗬，往講條話啲行過了嗬，伊段學往嘅時咧，往泉州去行啦就行走，啲行掉嘅就，所以大人變咗是個人當時佢差關係，用手去行人嘅段就對咧。冇 interaction 咧就嗱講做呢個見面嘅就嘅嘢。啊，你冇解講到話，你冇看到伊都只得行過嘅啦，伊之後都你春秋橋嘅段咧，鹽掉後咧啲行掉啦，usually 係段樣鹽掉咧就咪數咗你啦。我一攤類一客格，哦，講嘅一客格嘅，因為你真係數，因為樣子咧安啲嘅咧，嗬樣嘅工就是俾學者嚟當出嘅咧。所以你成日做好市民嚟講，你計嘅攤類咧。所以有當時往日本嘅當時，我看到只安啲咧，往過去間嘅單嘅咧，就比較少嘢啦，人哋嘅走幫工嗰種。所以台灣咁講嗰隻物件啦，actually 個人冇上過一點嘅錯，就是你係嘅客格嘅嘛，特別樣冇嘅，特別樣冇嘅就。樣冇咗，樣嘅 society 就樣冇咗。冇咯，佢安啲派單啊，係咯，你再講係你安啲就是要做喺你工，依家幫工。看那個都係你 secret shopper 去嗰度。你嘢咗啦，嘢 thank you 啊 ，thank you 啊，嘢咁得唔得呢？你嘢啦，單咧，usually 往時冇看嘅物件係咗。往嘢我咧，往自己 restaurant 就賠啦，往係到底我就走嘅。會是學 tissue 嘅店啊！對，日本學 tissue， 台灣本是學 tissue 啊？台灣以前選舉嘅時人學，我本學 tissue， 選舉學 tissue 有時有嚟 advertisement，人本是 wet tissue 啦 ，wet tissue 可能係 dry。我去日本嘅時本是平常 facial tissue 你。travel back 嘅一包呀，然後我 cousin 就講，我 cousin 講攏去出門嘅時啊，攏去揀嘢，學啲書冇插喺裡面先 triple X 啊，你咪你小英咁不要緊啊，小教我夾，我攰住夾，嗰粒啲書佢哋燒佢 back， 我有一個 back 誒，所以佢落夾。我本上嘅我讀裏面有一排咧 wet tissue 緊了就是能學 free 嚇，你那邊嘢嘅了嚇。你本好 good idea， 你個人 at least 能有能 benefit 掉嘛？就使台灣你咪講咪就使。對，我咪講呢，我同你講，我出發單時呢個就是人劇啦，俾個俾咪俾鈔票咯。然後一來呢度，這是嘟了呀。對。等陣妹，我俾妹即係卡嘴條你是唔是啲滑車啊？是咯。我聽到你開車，成日話 mute 你就看你，特別係話 mute 你看到你未講嘅。看到你未講。OK。我個 mute。OK。然後 OK，喺你人劇嚟俾物件，你俾好，然後呢度嚟講就估啦，俾啦我俾第一貴嘅咯，係鈔票。第一貴是就這類啊，下邊。平貴款啊。Oh my god！
俾你學你咪講，我成日錄日電話，我講你款，我講嗱，我念格你咪款我點咯，我嚟俾我都我咪是留錄咯。跟住佢就嚟，佢就係俾咗，跟住嚟就 OK，佢就係俾500幾塊鈔票咯，暫時講佢就係貴啦。但係有你講咩咯？我 business trip 去台灣喎，咧對我去嚇。好嘅啦 ，hit you up，Oh my god！ 掉車鏡啊，甚至咧試下諗下喺邊見啊。冇要緊，你第三節嚟，佢就係俾，佢就係俾啊，關你啊。就你嘅啦，就就。龍都唔係看票，就掉冇去啦，人試下，暫時冇錄就 form 5 form 4แล้วเนี่ยฮะมากกะให้มันเบี้ยเบี้ยด้วย後射乜啦假期我都讀 Sugar Daddy 啊，佢講，當見到冇成，當見下面做工啊，當見。當然唔係，你咪在，佢又唔係。anh tao係啦，你成個你試下你咧就會去買去上地啊，肯定。買去上地呢 organ 假如 organ 佢都死。哦，叫你變那個啊。我就有無好嘅物件，有無好嘅物件我明白，但係你可，人哋一時少年，你點知一個錢，點知意見啊？所以我要可能就留去爆啊。我唔到謝啦，當然人40歲啦，但是人留俾人上間上正經。40歲人佢會爆咯。一杯包咯，一杯坐到去台灣都去哦。驚啊！你知？我現時嘅 passport 出嚟可以啦，都對咗。冇啊，會使每跨過報攤經哦。而家冇嘢哦。佢係飲過台灣去過啊，咪係冇去過啊。去過啊，我唔係去。不過喺每個下面 season 都未使落去。即係 shopping 就allowance 就借我計上線嘅票就冇啦，我計上線講起你點先，依度就是嚟俾钞票，以前換一隻就是為咗俾扣路嘅啦。我係成日都係唔是俾爆路啊，俾開幾歲啦？俾爆路，而唔是一種錯路期啦，見有啲惡緊嘅就應該唔是啦。Usually 差唔多 about 30倍可能嘅事。伊唔是俾雞惡緊啦，伊是俾隻惡緊嘅啦。俾隻呢個5惡緊啊！佢啊，接你5惡緊。除咗就佢係蛋。唔係，伊人看嘢就唔是吉利吉利人嘅，你就死都後悔啊咯，後悔咯，仲要冇啦，唔係開嘴都冇問題咯。但你我話實我本嚟驚啦，唔是講驚上面都成個，哎呦，I mean 佢驚本都成個按咗成個 step out of line。頭先收你呢隻表才驚啊！一個一時白刀時就嚟俾我哋俾錢幾塊，你攞電話是幾好，知道冇？你做咩事？跨電話啦，跨電話咧！你啊，你見啲冇啲钞票啊？其實要先回來喎，錢幾塊，你就話幾好。嗰咪叫嗰咪啊？因為尋時 James Bond 出咗 James Bond collection special collection 就係你要一個 suitcase 啊，然後一唔知。I think 幾千塊本啊，甚至其實就係日本拿住嚟看啦，我對嘢俾啊，俾咗，好勢啊，俾啊，然後佢哋個俾貴喎，哎呦，成咗，我講唔緊啊，樓下 ATM 啊，坐到去 ATM 站嚟，都俾，會啊，你我咪去㗎女啊，俾啊，訂你坐訂你啊，等你白坐去 ATM 等你白訂啊，去訂你。因為日本人就愛邊嘅，咁我都坐喺其他，伊冇可能冇俾咧，佢哋講。哦，可能，唔係，佢哋個俾貴，你係咪數俾貴？因為我用 ATM 所以點訂？係啊，人都冇怕水俾，actually。而家佢哋夾出嚟係俾貴，買清。佢仔 credit card 是。個貴未貴咩？唔是係你出冊啊咧，係你用係你冇啦，你攞啊！你講應該是冇類啦，時候但係你講冇真嘅。我正當出冊係被 deny 嚇，被咯，但係有電視掉到真係借嘅，同啊verify。就放棄 verify。我BA啊，我古早做BA 啊，就係一個啊，有嚟 customer 啊，嗬，就叫你改成 A 啊。呀！啊，
especially 啊，我钓真济，我钓真济是迄个 Negro 的黑人。哦，你叫你情嘢咩？伊啊，the way 伊樣講話 ，I don't know maybe 是伊樣嘅伊樣唔是講 root 還是安怎，是 maybe 是伊樣嘅 way 啊，是安怎唔知？伊一頭衝卡路誒。哦 ，maybe expect 你是。你伊無問你要去台灣無啊？冇啦，因為你家己會招。你 grow Africa 啦，嘛啦去我唔知，總之是我就衝卡叫你請。我是無請啦，然後我 after that 我是我 family 人開的店的嘛，然後我有請過一個part time，我負責我做家下面啊時候，我請到一個part time，伊樣大部伊樣囡仔哦，你知影？伊樣古早囡仔樣甲骨力的無啥，他那囡仔無可能去甲你請伊的，樣古早囡仔講，哎喲，我有趁伊比甲我買啊，我看咩我比看咩買去啊，因為你只褲落去甲樣請鞋啦白鞋啊，我但是我買。誒，我 OK 喎，佢話 OK 喎，但是你叫我請嘢，我冇 OK 喎。你去做 service OK 嘛？我同你講，冇 service 咩事？你講你嘛？我知，伊是老人，我明白，你明白哦？你是老人啊，還是後面我help你請，畢竟你未請落去，伊是掉啲安尼坐了安尼爽爽安尼吞了卡安尼，好你明白哦？你當然夠做。我冇做啦。哎呦，幫伊買，我俾佢做啦，我卡好咯。你決定你變咗學嘅個集牌哦，投資者嘅一定春卡好咯，講情嘅。我叫我經560箱嚟叫你春啊！哇，而家你條啊！有賣咩啊？斜卡你講咩啊？斜卡、斜票、真係人本身呢。呀，你冇買冇辦法咧，冇買你是大了呢咯。特別我陣時去日本我去買殼啦，因為喺間店嗰時買殼啦，你個都停殼啊？然後伊炒褲來比我殼卡，然後行比，你唔見？然後嘅我 try 嘛，伊褲來搞8多，都才驚。service 日本是 the best service in the world。呀，你實講是 service 啊，但我唔รู้啦，但係normal 安尼啦，人比較人able 嘅嘛，人苦勞來比較人做，你係歹勢啦，你講。嚇。是咯，就才驚咯，然後未見我，但伊搞8我個 Q。因為你可以 tips 啦。日本學啲咩？我冇，你講你搞咗特別你先學冇啲邊搞咗嘛？冇啲邊搞咗。哦。我頭部啲邊教咗，我唔知啲咩些人嘅 offended 啊，我驚。誒，日本上嗰時誒就，even 日本就係做樣其他人，嗰啲看到我哋流浪嘅嗰啲 anything 啦，你要為可能這啊，因為起航嘅嗰種。哦。啊，冇，depends。我講我唔是講隔了啦，特別我做等啦，因為起航。特別馬來西亞 OK 喎，去到 hotel 碟 OK，好，hotel 啦。你冇想啦，你冇想。hotel 時，你話講聽，你去 hotel 時候，你啲位較濟就，哇 service 你唔知就好，我同你講，我就教你唔注意嘛，我定住去 Rasa Sayang 嘅時候，我注意了，以後你唔知學，你直接 check in 嘅時候，你2罐定3罐嚟注意，然後我報交2罐人就正我就念了啊2罐啊，然後我就拍電話幾架嚟咯，然後頭我一架臨架來時我有啲碟嘢嘛，然後哇，隻頭架貴嘅 crate 嚟嘅。6罐係嘛？驚死人啊！特別係你做唔要緊，慢慢搬你嘛就，是講我對我是較方便咯，我唔免講點拍電話樣，因為是生日6罐就係嘛，對是啉，我啉過啦，啉剩1罐冇啉。你啊，hotel 有請8大咩人嘅？casual worker 有啊。哦。room service 就叫辦經咯。有迄個 restaurant 啊，伊本請8大咩？waiter。哦。古早我見 interview 過咯 ，interview 過迄個Evergreen 做 casual worker 叫辦經嘅了，對人講貴啦，咪貴啦。佢真係啊貴，你有一貴啊冇做啊？冇做。伊被下路走嘅啦。你因為古早就係 Evergreen 就阿打啫嘛，古早啊，對啊，頂到時我見 Evergreen 有影係咪咯？有聽到有係咪？講話有幾個數這禮拜是冇啊，咱講真落接啊，8大咧冇幾個數啊。我咪甲你講8大，我記住啲是 hotel restaurant 做8大 ，Chinese restaurant。邊個嘅？你我做到我係邊個？我做到我去。
去講了，就了伊個 customer 唔係你起手就叫我倒地，哇！我都起笑了，倒錯我倒到一地後啊！我唔是倒到一地後，我倒到伊半碗位。哇！แล้วเก็บไว้ว่าเสียงว่าก็ติดตัวใครเสีย sorry อ่ะเก็บไว้ก็ตัวที่แต่เอาโย่แล้วจะแกอีปุ่นว่าแต่ตัวที่แต่เอาเนี่ยแกจะเรียนเนี่ยตับไปเดี๋ยวแกจะเรียนเนี่ยตับ啊，那这个 waitress 是无夹 tips 咯，所以得说一家家做咯。如果咱夹 tips，你冇嚟家人做。啊，你驚我冇 tip 啊？是聊人咧嚇？誒，你冇冇 tip 路嘅人哦？哦，按怎講法？哦，對出去啊！一道對出去嘅講，一道對出去真正一個 Chinese 肯做嘅。下面屬於冇網要，唔是？下面幾多冇網要？一道妹啦。你知唔知即個國家是愛 keeping 嘅無美國嘅？一頭妹個你數都冇一啲咯。But normally if 佢哋唔是外國國家 ，especially Asian 啊，我講唔是外國國家咧，人家了是會知講愛 keep 嘅。超古早年代嚟，1990幾年咁先，10% at least 10%。But if a group 真正大咧 ，once is like party of 6咧。嗰時 and above 咧，我係 automatic charge 因為我諗費事得嘅，我淡薄做錯，我追 maybe 你練個了，我 1 second 裏面冇聽到你啊，你講 complain 啊，你知影啦，so 費事你看咯 ，because 樣 party of 6。Tapi lu hele國家 tipping 是 because 伊個 minimum wages 嘛 for that so minimum wages lu去 force 人去學 tipping 是 based off the problem 啊，做咩？所以咧 industry 冇去 force the government to increase the minimum wages 咧？你 government 買嘛？對咯，你所以伊人都應該 continue 去 force。because 政府你未算入嚟，政府有時學講哇，攏忙做啊，話我即本錢就關啊，俾學工資。特別有啲人伊 ask for tipping 真正 irritating 嘅咗。Saya last week actually 我去 Boston 我去食嚟 lunch 一直頭家嚟講this is a guideline for you 係咪對比學幾 percent 我心想係咪咪叫做 guideline 你係 suggest 你別使學我食嚟 Your boy explain please 你跟我講啊，你話我就看伊咧，徛到一邊頭前等我可以累，我叫俾我講，你 just leave it here。我講我愛學你就係我家己選擇。唔是喎，有有 guideline 嘅咋？伊唔是 guideline，伊是 suggestion。你會使學 like 15%，你算學你啦，你按你看你表，你使你開。我先 receipt 一啲有時係。阿龍，伊是阿龍是講係 guideline 啦。伊甲我講嘅是 guideline，你 guideline，你講你。這裡是這裡 guideline， basically if you pick 15% at least I mean 15% 咧，一樣都冇對住咯，10% 就對住佢咯。誒，特別就是講當金咧，即係當金就冇成啊，當金啊，碟邊啊，你去買 take out 本好啊，你買度個，你買食大包物件，伊本是特別碟嘅喎，你攞碟喎咧？碟邊嘅喎，冇，其實。冇，我是有碟，我就是講係你成日去 pick up 呢，有你會冇碟啊，成我個見面都去見面，我都冇碟啊。我是 visitor 啦，我冇變啦，冇碟，你看到目睭見面看到你喎。係咯，我嘛就碟你。我看你咪先會看你拍下你碟。就去啊！看，你看到佢哋伊個佢哋 cut machine。哦，下掉咯，下掉，你當然你使訂嘛，你使訂 automatic 嘅，有人試你去你點啊 ，automatic 20% minimum 嘅啊，嗰是 take out 嘅啊，係你我度冇啊，你成日氹啊嘛，你學我15%我個痛，我係度10%啊，要先係10%。depend on 係咪 state 嘅，就夏威夷同我講minimum 18%。你講啊？係啊，或者咱碟邊嘅是新嘅 topic 啊。冇誒，這邊是成啊，普通。你會去外口買物件咧，就是 expect to 買好碟就對啊。
就是我感覺我這裡真正會貼啊，啦，就咪是被貼啊。教咪 service 嘛，你去叫買清夠，你清嘢佢就貼伊啊你。我冇貼嘅，我可以去台灣。我唔去台灣。嚟，台灣來日本。特別落海時期嘅。我俾佢跨年，我俾佢year end 11號 New Year Old and Young。Old and Young？ Old and Young 是頂到未3點嘅哦。有。對。Old and Young 是未3點我記。Old and Young 係 Old Navy。Old and Young。馬來西亞票我記。打啦。Old and Young 講打咯。咁打啦，阿 John 咧喺咧香港嘅樓梯邊啊，唔是啊？是咩？對。誒，阿當 Old and Young 是到啲另外一邊嘅，是到啲咧 capital， 唔是。係咧講美超標嘅店對面咧啊，美超標店，係咧，唔是話香港是到啲 super 咁大邊嘅。Yang toki McDonald tu bin meh deh. A&W 嘅頂邊啊，佢啲等係咪香港嘅店樓梯？你香港你香港唔是你大理頭整嘅咩？大理係咩？大理是嗎？冇，是大理啊！我未記是到啲，是 super 咁大，between super 咁大，佢自己起大嘅檔位樓梯。อันนี้ police station 嘅頭整嘅咯。你咪香港路樓梯，你嗰度是 police station 係嘛？actually 咁大真係謝等嘅樓梯啊！我你數咁大會，咁大會。呢是 super 咁大誒，哦，唔是連嘅，呢是跌落嚟。數咁大會。是 super 咁大會掉 ，super 咁大會會掉。The top 位咯，當然 key the top 位邊咯。冇 key the top，全部大會啦。嗰時我講嘅是你連到嚟頭。Daily France。喂 ，super， 但係咧就有見白紙，我特別叫咪協者啊，啷個就係講咪從講樓梯先得咯。我咪叫即係就是見到搞一協，見到有但我特我搞一協就啲啲，就幹嘛定住是 episode， 即係我看到幹嘛 episode， 讓我聽，讓我去看哦。幹嘛 episode 個有 video 呀？哇，我都聽，我看。OK， 即係阿 John， 我係試安裝嘅時候都 OK 不 ？OK。OK，因為我已經換咗，我換咗 headset 咗。OK。I mean 是冇亂啊，特別 OK 啦。時講聽到係 headset 嘅聲咧。豆哥聽冇？OK 啦，你聲冇夠 on， 你就要 WhatsApp 啫。嗱，我已經換咗自己，我換咗自己。自己係咩？你到 show 下，你到底在 show 我都冇看到。Google Meet。哦，特別你 audio 嚇，你 audio 是到啲 clubhouse 出，所以我未看到。OK， 但我放大就喺度看。呢是 AirPod 啊，你俾 AirPod。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呢邊講即係講正成啊，即係話嘅replace 上貴嘅我哋 OK， 感謝下禮拜再見各位，拜大家拜。